传道书第7章，智慧甲愚戆的差别。好名声赢过好的朋友，人死的日比出世的日较好，去丧事的家比去宴乐的家较好，因为死是正人的结局，活人嘛得将这个代志藏伫心内。忧闷比笑较好，因为面带忧容对心有好处。智慧的人的心伫丧事的家，愚戆的人的心伫快乐的家。听智慧人的责备，比听愚戆的人的称赞较好。戆人的笑，亲像鼎下烧起仔跌倒的声，这嘛是空虚。恐吓取财，会互智慧的人变做戆；贿赂会互人的心腐败。代志的结局比代志的开始较好，吞忍比骄傲较好。毋通随便受气，因为受气是愚戆。毋通讲是安怎以前比现在较好，安尼问是无智慧。智慧甲家业拢是好，对活伫日光下面的人拢有利益，因为智慧会指引人，钱银嘛会指引人。毋过只有智慧会保全有智慧的人的性命，这就是有知识的好处。你得想上帝的作为，上帝互伊冤的，啥人会当互伊得？顺境的时得欢喜，患难的时得想。这两项拢是上帝的作为，是要互人查袂出将来会发生什么代志。伫空虚的人生，我有看到，有义人做好颠倒灭亡，有歹人做歹颠倒食长岁寿。毋通过头做好，毋通过头聪明，那着毁灭家己。毋通过头做歹，嘛毋通做戆人，那着死袂到就死。你掠掉这头，迄头嘛毋通放弃。敬畏上帝的人会晓双头兼顾。智慧会互智慧的人有能力赢过城内10个掌权者。世间无一个只有行善无犯罪的义人。别人讲的话毋通拢藏伫心内。你可能会听到你的仆人甲你咒骂，因为你家己知，你嘛捌真侪遍咒骂别人。这个代志我捌用智慧试验。我讲我要做有智慧的人，毋过智慧离开我真远，智慧远阁深，减有人找袂到。我一心一意爱知，爱查考，爱找求智慧甲万有存在的理由，通知邪恶是愚戆，愚蠢是癫狂。我阁发现，歹的查某人比死较恐怖。伊是活斗，伊的心是罗网，手是锁链。上帝意爱的人拢会当闪避，毋过邪恶的人会互伊掠着。传道者讲：看咧，我爱知万有存在的理由，一项一项甲伊比较，就找到这个。我一直在找，也找袂到。伫1000人的中间，我找袂到一个查甫人是正直，毋过连一个正直的查某人都找袂到。看咧，我只有找到这个，就是上帝创造的人本来是正直，总是因想出真侪诡计。